Hello，大家好，又嚟到花旗財富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我係陳漢瑤，今日係2026年8月5號。美股第二季業績期表現繼續支持股市嘅氣氛，道指同埋標普500指數喺今個星期齊創新高。同過往投資泡沫嘅時期唔同，而家企業嘅利潤率維持喺歷史高位。企業利息負擔處於60年嚟嘅低位，僅佔產出嘅1.3%，較互聯網泡沫時期同埋房地產泡沫時期嘅3.1%低。美國企業以強勁嘅盈利能力同埋資產負債嘅實力踏入去今輪嘅投資週期。資本開支主要係由內部嘅現金流，而非債務融資支持。高科技產品生產按年增長11%。較互聯網泡沫時期嘅50%低。宏觀經濟數據顯示人工智能並非泡沫，或者為長期投資者帶嚟潛在嘅機遇。基於市場對於通脹預期仍然穩固，但係喺通脹目標嘅持續超標同埋喺貨幣政策過於寬鬆嘅情況之下，風險平衡或者傾向進一步收緊，令到我哋對固定收益投資組合入邊延長存續期保持謹慎嘅睇法。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嚟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